係，大家好，阿培。家培咧嚟到珠海斗門，帶大家一齊參觀一個建得好靚嘅別墅樓盤。呢個別墅咧係少數人先至可擁有嘅一個理想居所。獨棟別墅建築面積780個平方，花園咧就擁有1270個平方。呢套別墅嘅話咧喺珠海核心區，步行可以去到萬達廣場。跟住步行咧，又可以去到我哋斗門尖峰林政府區，所以佢嘅成個城市面貌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身後咧就係我哋呢一套華發苑子，建築面積780個平方嘅獨棟大別墅啦。佢係送4個產權車位嘅。咁而家咧成個華發苑子咧就清緊盤，所以呢套別墅嘅話咧，亦都係成個屋苑唯一一套獨棟別墅係最受緊嘅，佢嘅價錢咧，因為而家清盤咧，所以價錢都好優惠啊！咁而家咧，阿培帶大家一齊嚟參觀下呢套獨棟大別墅。佢嘅入戶大門咧係採用翻雙開門嘅設計，非常之大氣。咁成個華發苑子咧，佢嘅建築群體咧係採用翻我哋嶺南風格嘅，咁係屬於中式嘅一個別墅項目。呢度係我哋別墅嘅一個前花園嘅位置。咁因為係獨棟別墅，所以咧佢嘅花園咧係包圍住我哋呢棟建築體嘅。佢嘅特色咧就係佢哋嘅一個間隔非常之市正，佢仲係捧住我哋珠海斗門母親河黃楊河嘅。所以我哋呢度嘅單位，無論廳又好、花園又好，定係房間又好，全部都可以一線無遮擋望到我哋斗門嘅母親河黃楊河嘅一個景觀嘅。咁佢嘅建築體咧又分為2個主體，呢度係我哋動區嘅位置，呢度係我哋休息區嘅位置，所以做到動靜分明，成個間隔咧佢設計得非常之合理。咁而家先帶大家嚟睇翻我哋動區呢個廳嘅位置先。咁廳呢度嘅挑高咧去到7米幾嘅，任你去設計，任你去裝修。咁裝修得嚟咧又非常之容易，因為佢間隔足夠市正，兼且佢每一個位置咧佢採光又做得非常之光猛。我見到成個廳而家毛坯狀態非常之光猛啊！而家嘅天氣咧亦都係陰天嚟嘅。廳呢度咧到其時大家可以設計為一個飯廳，呢度咧就可以設計為廚房。廚房嘅樓底咧相對嚟講矮啲，呢度亦都會有一個門可以去到我哋花園嘅。係啦，咁而家咧帶大家嚟睇翻我哋前花園，佔地2畝嘅前花園。1200平方嘅花園咧，四面包圍住我哋嘅一個建築體。所以咧，你如果係大家族買翻呢套別墅咧，啱晒，因為清盤價咧，價錢咧亦都係打咗骨折嘅，2000幾萬可以買得到。咁如果你接受唔到呢套超大嘅獨棟別墅嘅話咧，呢個華發苑子咧，仲有400幾萬、500幾萬嘅雙拼別墅俾到你揀。間隔都好市正嘅，一陣咧再帶大家去睇。我哋先睇一睇呢套超級大別墅先。頭先講到咧，佢朝南嘅方向就係無遮無擋望翻我哋黃楊河嘅景觀嘅。視野咧就一線無遮擋。佢旁邊咧就係我哋嘅黃楊河大橋。通過我哋黃楊河大橋咧，大概揸車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金灣航空新城華發商都嗰度啦。咁呢度咧翻去香港方唔方便咧？揸車咧35分鐘至到4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嘅珠海關。呢度咧仲係挖咗一條活水嘅溪流嘅，一條梯咧就可以去呢條溪流咧去玩水噶啦，可以去露營噶啦。咁成個黃楊河咧，珠海政府咧亦都係重點去開發。喺我哋黃楊河旁邊嘅話咧，係我哋華發水冠嘅一個濕地公園。佢成個別墅嘅建築體咧，地面咧就一共會有3層嘅，地下咧一共可以做到2層嘅。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前花園嘅一個天井位，
佢嘅空間亦都做得好足，所以佢可以保障到我哋成個地下室咧，佢亦都係做到同地面一樓嘅採光咧一樣，都可以做到好足嘅。咁而家咧，我哋嚟翻佢哋另外一棟嘅建築體，呢度就係我哋嘅休息區。嗱，我哋棟區嘅位置過翻嚟，我哋正區。我哋中間呢個庭院嘅位置咧，呢度亦都挖咗一個天井位嘅，所以話咧，我哋地下室咧係擁有2個超級大嘅一個天井位，所以陣間一齊去到地下室就知道佢入邊嘅嗰個採光面做到如何啦。咁樓梯位置咧，大家見到設計得都非常之合理嘅，好多採光面保障到我哋樓梯間呢度嘅採光。每一個房間，包括我哋細房又好，大房又好，佢都擁有2面嘅一個採光所以每間房咧都好光猛而家毛坯嘅狀態，大家都可以見到成個採光嘅一個光猛程度啦。呢度到期時咧，大家如果住嘅人多咧，可以設計為一間細房啦，跟住過翻嚟呢度咧就係我哋1樓嘅第一間主人套房啦。都係2面採光面嘅。呢度望翻前花園嘅位置。呢邊咧就望翻我哋花園以及我哋黃楊河嘅一個景觀嘅。跟住咧佢嘅樓底咧高度咧係可以去到3米半嘅。雖然話冇我哋大廳咁高啦，但係得到呢個空間咧住落嚟都好舒適嘅。咁而家咧我哋先去地下室。因為地下室咧佢相對比較算係第2個賣點，呢套別墅嘅第2個賣點。地下室呢度咧，佢而家毛坯嘅狀態咧，就淨係做到1層。但係大家到期時裝修，如果需要用到更多嘅空間嘅話咧，就可以隔多1層嘅，因為佢個地下室佢嘅樓底咧去到6米半嘅。所以佢話佢呢度樓梯佢就搭咗呢個平台，到期時咧佢預埋俾你搭多1層嘅空間俾你去使用。建築面積。產權面積咧780個平方，咁實質佢可以用到嘅一個實用面積係可以去到2000個平方嘅。咁地下室有幾大咧？首先大家睇翻呢個位置先空間好足。雖然話佢中間有幾條柱，但係其實都唔影響到期時我哋去裝修，因為可以間成唔同嘅功能區。而家跟住阿培咧。逛一逛呢個地下室跑過嚟呢度又有一個超高樓底嘅地下室，兼且咧呢度係有採光面嘅，再跑過嚟呢度，哇！又係一個超級大嘅空間。咁大家到期時可以得到咩用嘅居住體驗呢？帶埋你嘅設計師過嚟一齊睇一睇。真係呢度咧個別墅咧，真係少數人先至可以買得到嘅。套數而家剩低最後一套，成個盤嘅獨棟別墅都唔多，所以都好受歡迎。咁呢度嘅居住人群咧，其實主要係嗰啲大陸嘅北方人為主，因為北方人嘅話咧，嗰啲土豪咧非常之有錢。獨棟別墅咧，佢就帶咗4個車位嘅，送4個車位俾你泊車。2000幾萬呢度咧係屬於大獨棟別墅，咁佢咧亦都有細獨棟別墅嘅，就我哋前面呢2排。咁細獨棟別墅咧，佢就送到3個車位。細獨棟別墅咧，因為佢嘅價錢又平多一個 double 啦，1000零萬一套啦，所以嗰度咧清嘅速度係會快啲嘅。而家就冇貨啦。跟住咧，佢仲會有嗰啲面積再細啲嘅雙拼別墅，即係2戶人家合埋一塊地去共用嘅，嗰啲咧就400零萬。地下室到期時隔2層俾大家去用，做埋一個會所都冇問題。有好多空間俾你去使用嘅。咁可以作為一個走舊啦，
又或者一個會客廳啦，又或者一個唱歌 K 歌嘅一個酒吧都係冇問題。採光面又開得好足，跟住我哋喺一樓花園望到嘅我哋嘅一個天井位咧，佢嘅空間咧亦都真係好大啊！到期時咧，大家可以喺呢度整成一個泳池，空間都足嘅，或者咧大家中意運動可以整成一個籃球場，都係冇問題。OK， 而家我哋去睇翻我哋嘅2樓啦、3樓啦、天台啦，又去睇一睇佢嘅間隔夠唔夠靚。OK， 而家出發。OK， 而家我哋嚟到2樓，咁2樓呢度咧就設置咗2間睡房嘅，2間睡房。咁啊，每間房咧頭先所講嘅，佢採光面都開得好足，2面採光面。咁如果大家住喺呢度咧，人數唔多嘅，唔緊要，呢度可以設計為一間茶室嘅位置。係啦，咁呢度咧就係一間超大嘅套房，呢度整成一個洗手間啦，又或者衣帽間啦，跟住呢度咧就係我哋休息嘅區域，採光面都做得好足嘅。我哋嘅南面、我哋嘅北面都有採光窗，咁越高咧，佢望出去嘅視野咧就越靚，係啦。咁可能大得滯，呢間別墅嘅空間大得滯咧，真係人數多咧，住落嚟咧先開心嘅。即係都係睇翻大家因人而異嘅。樓梯口採光面都開得好足。跟住而家嚟到我哋嘅3樓位置，3樓呢度咧就可以作為一個超奢華嘅一個主人套房。點樣奢華咧？呢度咧就可以整成一間書房，因為佢採光面好足。包括咧我哋出去咧係擁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天台嘅。呢度出嚟就係一個3樓嘅一個天台花園嘅位置。可以睇一睇我哋成個別墅啦。成個別墅咧，佢個名咧就叫做華發苑子嘅，係華發珠海嘅國企去設計去開發。咁呢度嘅別墅咧，其實貨量都唔多。商品別墅剩低幾套，細嘅獨棟別墅咧一套都冇，大嘅獨棟別墅咧剩低最後一套。咁成個別墅嘅花園設計咧就採用翻我哋蘇式園林去設計出嚟嘅，咁屬於中式嘅一隻風格，所以佢園區嘅環境咧係可以俾你一個好舒服嘅一個感覺。咁又做到人車分流啦，因為佢停車位咧全部泊喺地下室，所以你行喺呢個小區嘅花園咧，感覺咧亦都會比較安全啲嘅。3樓超奢華嘅主人套房，毛坯任意你去設計。佢其中呢度劃咗一個比較下層嘅位置咧，係俾你做一個超大嘅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嘅，擺翻浴缸浴缸、企缸、馬桶位、雙星盤嘅洗手台，完全冇問題。再做埋個衣帽間，採光面亦都開得好大，兼且咧呢個位置咧係擁有2個露台、2個天台花園。越高咧望出去嘅視野越靚。我哋住喺呢間房咧，望出去俾我即係可以望到我哋小朋友喺我哋嘅花園喺度跑步，喺度玩，真係一個理想嘅居所。2000零萬其實喺中山別墅又或者珠海別墅，價錢都唔貴。你對比翻香港嘅樓價咧，更加唔使講。香港2000萬可以買到啲乜嘢？喺深圳可能你買別墅咧1000萬都可以買得到，但係你買到1000萬嘅別墅又係點樣咧？大家可以去比較，你有比較咧，先至知道呢度嘅別墅而家2000幾萬買到咁大間，間隔又咁市正咁究竟有幾大啦？呢度係我哋主人套房嘅第2個露台。OK， 而家我哋咧再上翻多一層
上面嗰一層咧就係一個天台花園，就冇其他房間啦。嗱，呢度咧就係我哋別墅嘅最後一層，咁成層咧都係我哋天台花園。到期時咧，大家如果覺得樓下唔夠房間用，唔夠空間做到一個興趣茶室，咁啊呢度咧其實可以搭啲玻璃屋嘅，冇問題啊。咁啊係咯，就咁樣一套獨棟大別墅，大家感覺如何咧？咁可能視頻睇到嘅別墅同我哋實地過嚟睇咧，又有唔一樣嘅感覺。真係咁樣嘅大屋咧，一定要實地過嚟睇。你冇興趣咧，都可以過嚟睇一睇，或者你預算低啲嘅，又可以過嚟睇一睇。佢400幾萬嘅嗰啲雙拼別墅間隔又點樣？咁整體嘅園區佢嘅設計咧，真係好靚仔嘅。我哋可以俾啲鏡頭啦，俾啲環境俾大家去睇一睇。呢個區咧，佢喺珠海島門核心區嘅位置，配套真係好齊嘅。我哋睇咗咁多中山嘅別墅屋苑啦，又或者咁多嘅珠海別墅屋苑，往嗰啲配套齊全嘅別墅咧，其實都要貴過呢度都要貴過呢度。呢度咧，佢嘅優勢咧就係，如果結合翻佢嘅實用單價嚟講咧，係非常之各有優勢嘅，係好平嘅。跟住咧，我哋往我哋北面呢度咧，因為呢度係珠海島門嘅一個住宅區，所以咧佢係有一定嘅配套基礎嘅因為呢度嘅住宅樓咧，佢入住率都去到80%左右啦。咁多人居住喺呢度咧，樓下街鋪咧全部都開齊嘅後邊就我哋華發又一城嘅樓盤，華發又一城咧，佢自身咧有比較多嘅街鋪啦，亦都會有新鮮超市啊，有街市啦。跟住咧，最緊要係咧，我哋步行10幾分鐘、20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島門嘅萬達廣場揸車咧就好快，3分鐘可以去到我哋萬達廣場。萬達廣場咧係珠海島門一家比較大嘅 shopping mall。跟住呢度屬於我哋尖峰南片區，尖峰南片區咧就係島門嘅政府區。咁嗰度咧睇醫生啦，又或者去啲政府嘅機關部門去做嘢啦，都好方便。都有好多配套俾到你，係啦。跟住咧，佢又行公園又有好多個選擇啦。前面就係我哋一個華發水冠嘅濕地公園，而家開發緊。跟住我哋揸車大概5至8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尖峰山公園。咁如果想要去到一啲老城區，享受比較貼地嘅、比較具有煙火氣嘅一個貼地嘅配套嘅話咧，去到我哋珠海島門嘅整岸區都好方便。咁樣一個零地段嘅別墅環境好舒服嘅單位間隔好似淨花園超級大嘅一個獨棟大別墅，大家有冇興趣呢？ OK， 如果有興趣，帶埋你嘅設計師過嚟，我哋一齊嚟參觀下呢間屋。OK， 我哋今集視頻咧就到呢一度，大家下集再去睇樓。OK， 拜拜。